內湖女童無辜被殺，令到唔少人擔心兒少安全，死刑全廢亦都再度引起討論。凱達格蘭大道前白玫瑰運動再現，上千人人手一朵白玫瑰，呼籲大家一齊守護兒少平安長大，亦認為現階段嘅台灣冇廢死嘅條件。家長帶住子女講出佢哋嘅心願。有啲爸爸媽媽一諗到無辜女童喺內湖無辜被殺，眼淚不由自主流咗落嚟。來自桃園嘅簡爸爸有3個女，最細嘅仲抱喺懷中。佢話為咗嚟唔切長大嘅小朋友，佢哋全家都嚟到現場，希望社會能夠關心兒少安全嘅議題。佢同好多家長一樣，事件發生之後，只要出門在外，都唔敢俾小朋友離開自己嘅視線。雖然偶爾落起陣雨，不過仍然有上千民眾攜家帶眷，大人着住黑衫，細路仔着白衫，手持白玫瑰一齊企出嚟。多年前因為恐龍法官輕判性侵案而成立嘅白玫瑰關懷協會，曾經促成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。近年嚟隨機殺人事件頻傳，佢哋再度號召群眾上街，表達反廢死嘅訴求。